台北大巨蛋已经连续办几啊场演唱会，附近真侪住户拢咧怨讲演唱会咧办，这厝内涂骹拢綴咧咧震动。即马甚至个传出讲隔壁的上山分厂壁甲砖啊，拢互震甲闭起。这文化局嘛表示会赶紧安排派人去会勘。 查宾一直咧海吊顶嘛一直摇，这毋是第档，是台北大巨蛋阿妹跨年演唱会咧唱歌的时阵，四库地下居民因厝拢疑似因为演唱会一直在震动和害来害去。 电梯都已经摇到不能进去，不敢进去坐。有时候一摇可能摇个10多分钟啊。不过大巨蛋开演唱会影响的恐惊毋那是生活环境。台北市文资委员詹添全讲，大巨蛋边仔的市电古迹上山分厂，结果壁面的壁棚是愈来愈大，以后有市府爱重视。 元旦假期在松烟古迹区可以看到游客是人来人往。不过，在这个装置艺术后面的这一栋建筑物，在去年4月发生地震的时候，出现了2道裂缝。不过最近疑似这个裂缝的缝隙越来越大。没想到松烟现在受到大巨蛋的影响这么严重，而且破天在起，这个裂缝开墙壁的那个地砖也都被震到开裂掉下来。文资委员刘宗德嘛建议讲，未来若是震动的活动，就无应该伫咧大巨蛋出租的范围内，应该回归体育活动。文化局最近会找体育局和万雄公司这单位来办理现场的会勘。 因噎废食的感觉，大巨蛋反正它做出来就是为了这些活动，更好的配套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。 对于未来松烟古迹建筑的冲击，规划未来的修复工程的重点的补强措施。结果技术认为讲，大巨蛋在设计的时阵，考虑到强震的问题，有乌深地下站来降低影响，但其实强震无亲像地动遐尼严重，主因就是因为台北是盆地地形。大鸡蛋或小鸡蛋上面所产生的一个震动有没有？对土壤有没有？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共振。市务卿认为讲，强震的问题和上分古迹损害之间的关系，佫需要观察。上山文创园区是表示讲，大巨蛋办演唱会时阵有定期巡场，有当时会看到茶汤震动，但是初步确认对古迹建筑无影响。接落来嘛会持续来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